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。这里读做绕，日绕绕，第二条，冇人读做了。咱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绕意思就是交叉，咱讲是搅扰。另外，这个绕嘛有破坏、损害意思，咱讲是扰乱。若是去责责人，咱讲是甲人搅扰、甲人打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搅扰，嘛会当讲是打扰。第二个词读做扰乱，也就是打扰人、搅叉人，引起别人的混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咧讲天公生迎妈祖，明明就无节日，三更暝半唔困，无代无志咧放炮啊，扰乱到人的困眠，嘛会去搅扰到大家休困。伫台北市是互环保单位开罚单，上重是当罚3万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了，另外一个音读做了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